他已经会了，他会非常多，他现在会非常多单字，非常多，对。他会学你说话。他会，对，所以现在不能讲脏话在家里，你讲了他就突然就讲了，对。授权，帅，来，请到台上，不要怀疑，我们是有舞台的哈。糖零普林零负担，9%的酒精浓度刚刚好。少璇平常拍戏的压力肯定也是很大的，需要一点点适度的放松啊。加油！我现在帮你找很多台阶了。OK， 加油！来，尖叫声！我太感动了，因为我可以收工了。就是因为最近没有在拍戏，所以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办公待着。习惯中，正在习惯中。因为那是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的生活，那也变得自己的时间，然后自己想做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少，所以这是需要一点时间去习惯，但基本上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我觉得其实都还好。对，我觉得一开始你会觉得换尿布啊、喂吃饭啊、洗澡啊，但是其实这些事情都是这样子，你多做了，其实就很上手。我通常就是负责洗澡，然后陪他玩，对，然后喂吃饭啊什么也都会，对，其实都会。对，他已经会了，他会非常多，他现在会非常多单字，非常多，对。他会学你说话。他会。对，所以现在不能讲脏话在家里，你讲了他就突然就讲了，对。目前还没，所以千万不行，要提醒自己不可以。对。是不是减少喝酒的时间？其实还好，就是应该说比较少到外面，比如说酒吧或者是什么。现在更多就是晚上可能自己喝，然后偶尔朋友来家里，或是到朋友家里喝，对。所以说现在的状态就是通常都是喝到刚刚好，以前是会醉，会很醉，但现在是刚刚好。想到隔天早上你要9点多要起来，因为小朋友起来之后就会一直叫来叫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也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睡，所以基本上那个时间你就差不多要起来，即便你没有要干嘛，你也差不多要起床了。所以如果你把自己搞得太累，你那一整天就又毁了。对。